台湾文学馆伫2011年时阵有出版文协100点，小解100个台湾文化协会对日本时代开始活动的卡者受到正人欢迎。这届台文馆进一步推出网站，按算伫3、4月要伫咧全台湾规划行大活动，互民众实际来到这寡文协的据点，了解台湾的文化发展。台北龙山寺毋但是出名的信仰中心，伫日本时代嘛是文化协会做启蒙教育的公共空间。另外，像即卖的新文化运动纪念馆，进前是台北警察署，这个地点拢有过去文学人士的卡点。国立台湾文学馆伫前年就捌出一本文学100点的册来消解。那所以我们也是就是积极的推展到中小学，我们也是希望可以扎根中小学的这个历史啊，还有对文学的这个理解。台文馆表示，文化协会会使讲是台湾人意识的起点。为了推广这本专册，这届进一步设置网站，让民众通伫线顶透过更较侪图文资料，了解文学人士伫这100个所在捌做过，也是捌拄过什么代志。网站嘛照县市整理路线，3至4月份拢有安排行大的活动，带民众做伙探讨台湾的过去。这些事情只有走入人的生活里面，就只有我们在生活里面遇到的时候，我们也都记得谁曾经在这里做了什么、说了什么、努力了什么，今天才有台湾。另外，网站嘛根据台湾本土文学的主题，收集各类作家描绘地景，加做文化地景网。台文馆讲，让民众透过这块土地历史文化连接，深入人物生活的底底。记者陈文佳、桂林台北采访报道。